别人决定你有多少薪水，这种人会富有吗？很容易。你赚到了钱，就像候选人，哇，那搞，开始吸行吸练练。我也许不穷，那我要富有，因为我为了钱去工作。有一种人，他的工作会带来他赚钱的钱，因为他有专业的技术。可是我也是付出我的体力，付出我的时间。偏偏我拢是迄个水电工，我拢是基础的板模师傅，铺地砖的。但是如果你的技术好到不得了，你的每一个工作赚大钱。然后有讲过一个铺地砖的师傅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吴什么的啊？伊咧铺地砖铺到水准唔够好的，听说他的工作没有在1年前就跟他预约是他很大的。台北、新北市附近很多豪宅的地板50%都是他去铺的，他铺过的地板20年不会变形，质感超级的好。人家都指定，我这个豪宅地板一定爱来的，用做好了，先把你刷出去，1000K20年用完之后，把它下来，让我也用的，就这个技术，让他的工作1年365天几乎都是排满的，除非他说我这几天要放假不排满，所以他的工作必然带给他赚钱，对不对？除非他不想工作了，他也要工作才会赚钱。前面那个是为了赚钱不得不去工作，付出了劳力，但是他能赚多少钱由别人来决定。下面这个人也很专业人士，我要做我就开出条件，我这几套3000万，给不给？不要就算了。通常他开的是3000，我就是3000，这叫专业人士。这种20%呀，这种30%呀。这些都还要靠你的力量、你的智慧，不然你赚不了钱。这算是左边。他说这个叫做穷人，这个才叫穷人。我们在中间呢，这叫富人。这个象限，我们用钱来去赚钱，用钱滚钱。这包括了哪些基金、债券、房地产，我都有没有投资？有没有？听说呢？一个道场的点燃是去柬埔寨开荒，3年前伊就去到金边，迄阵金边那个开发，市府的边啊，种荒芜，伊想要去买一个飞机模特，于是他就弄台币100多万就买了一块地，150万左右。各位知道当时买了一个什么地吗？几十件。5角的。伫迄个金边的边啊，5角地，伊就甲买了，俗啊，一角地30万了吼，即摆伊就去一个简单的厝，遐搬到慢慢住。现在过了10年，他迄5角地要进我的钱，每一块土地都成长20倍的价值。那个土地，因为金边市区扩充的很快，伊的前后左右去高楼大厦，那阵10几年前拢那就荒凉。按成长20倍，就是150万乘满20倍，就是3000万。其实可能不止3000，可能我几十倍给的。我他还加在那边。或许要是不会，这样值不值得？房地产。这叫投资，但投资又偏财运，不然那我住套房。对。套住住套房。这种呢，企业家，他是用系统知识、系统的整合，他创造很多的工作，赚到很多的钱那真正富有的，是真的。可是下面这种很有钱的，既用钱投资赚很多钱，也有人，像这叫股神，巴菲特，这个比尔盖茨算不算？算。比尔盖茨他的思考逻辑。像那个脸书的那个，他们都很有脑袋的。不是我一个人看几年，我一个系统就给你规窟窿窿啊抠着，不够的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，影响到全世界几亿人的系统工作去，他赚了很多的钱。这个就思考，到底我们要努力哪个方向？
我很努力的锻炼我的身体，我就从容一谈起来看看我们，而且我努力培养的技术，是我努力去学理财之道，是我要努力成为一个眼光比人家强烈、系统整合比人家强，我创造的东西会累积出无限的商机。哪一种人才会赚到钱？这是十大强奸赚钱理论的十大强奸。那修办大术也这样，人生也可以这样子思考。有很多人的人生努力了，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因为也思想层次只能到这个地方，我的一天工作一天忙那么多，偶尔万一掏完休了，但是人生过得很平凡平庸，我的破头嘛，我做完那个，对不对？到有一天我的人生不太一样，后来就变成圣贤，对不对？哎，平庸的人，稍微有点层次的人，贤人不圣，在修行的角度，也有这四个项目。孔子讲的，整理出一些东西出来就好了。孔子的思想到现在产生一个系统，几千年大家都在读他、教育他、论辩他。那这个思想会不会淘汰？不会。比尔盖茨200年都不知道他的系统还在不在。但是孔子的思想系统到现在依然在屹立人间。释迦牟尼有佛陀经呢，也是2000多年，所谓的圣人、仙佛的境界，也不是用年代可以计算的。你要对不对？那是第一象限，那叫圣人。修行也是这样，我就思考，我们要努力改变。我做里面弄这样，我就付出我的体力，付出我的时间，但也没有用。有很多前贤真的是听道理听少长大，一世人都会修办的道场，但是他很努力，只能这样子，因为他不知道他这辈子有没有做了多少功课。我手咧做功课，手咧做考验，对不对？这也不知道。你去等做功课，等去到引导的造罪孽，对啊，那个好，那就变成这种人。